伫屏东市有民众呢是捡到一只第一级保育类的高面鹰，发现这高面鹰呢是有受伤，所以有联络这保育单位。林保署屏东分署是表示讲，目前这只高面鹰呢已经送去到屏科大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。没有，我没有要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一只高面鹰伫笼仔内，可能因为环境清楚，实在阁受伤会紧张，发出警戒叫声。毋过捡到的民众甲安踏，因为高面鹰是一级的保育动物，民众虽联络屏东科技大学，就赛车队来补去。到位了后，伊甲高面鹰对笼仔换做纸箱仔，顺利交予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，互因进一步做检查。苹果脸的鸟。对，然后就很特别，然后这种东西拿打去问，原来是一级保育类动物。已经得知它是一级保育类动物了，然后又受伤，然后这种东西如果死掉怎么办？对，所以赶快送医了啊。当事民众讲，本来当作是一般的鸟头鸟，结果发现是一级保育动物，就赶紧通报。屏东林保署表示，高面鹰是民众伫屏东机场发现的，有袂少民众怀疑，敢会是2月27九如大火甲鸟烧烧去，伊才会飞出来受伤。林保署讲，暂时是甲大火无牵连，会搁做后续的观察甲调查。就如沿岸的大火所发生的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洪孝宇教授进行高屏地区的草鸮生态调查以及繁殖监测计划，就主要乐区推估出大概有25到30对的草鸮繁殖个体。屏东科技大学的收容中心表示，高面鹰送来的时有小可发水和刺伤，目前先抹药仔，予高面鹰休困。等状况好势了后，会阁安排详细检查。若无啥物问题，就会安排野放，予伊转去大自然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